呀，我的大小姐，你以为男朋友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呀？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帅气的富家大少。别闹，你也知道，我家里现在就想把我送入秦家大少联姻。我现在急需一个容易掌控的假男朋友。开什么玩笑？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上哪找女朋友去？怎么，家里很穷，还跑出来开滴滴？有这时间，还不如抓緊找個女朋友。明天你要是再不把女朋友帶回家，就把你逐出家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的車現在快到酒店了，等會兒見面再說啊。好，等會兒見。菲菲這麼快就到了。亲愛的，我的結婚對象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找到？菲菲，你怎麼不說話？美女，你是不是上錯車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上錯車了，我現在就下車。美女，來都來了，你看能怎麼樣？Oh baby， 你要幹什麼？我告訴你啊，現在可是法治社會，你要是敢亂來的話，會接受法律的制裁的。完了完了，怎麼就上錯車了？看這人一臉猥瑣的樣子，不會遇到流氓了吧？美女，你放心，價格嘛，商量。真是流氓，看來今天在劫難逃了。大俠，就放過我吧，實在不行的話，能不能只劫財，不劫色啊？你可能是誤會了。我告訴你啊，你要是敢對我亂來的話，我立馬就報警。美女，你可能誤會了，我的意思是我們或許可以合作一下。什麼合作？啊，我剛剛聽你說你需要一個假男朋友，正好我也需要一個假女朋友，不如咱們合作一把，互相利用。就這樣？就這樣。這人穿着普通，窮是窮了點，不過長得倒是挺帥的。正好我需要一個可控的結婚對象，他倒是個不錯的選擇。你放心，你陪我回家應付一下爸媽，事成之後我必眾籌感謝。就你還眾籌？你請得起我嗎？你知道我是誰？你不就是一個被家裡催婚的大齡剩女嗎？你這是什麼眼光？我可是天海蘇家的大小姐，蘇氏集團的 CEO， 身家100億的美女總裁，名副其實的富婆。你才是剩女，你全家都是剩女。不就身價100億嗎？還不夠我零花錢的零頭。你就吹吧你。哎，算了，你不願意的話就下車吧。做男朋友沒意思，你做我老公吧。那你這是同意了？那我現在就開車回家。不，去民政局。操，進展這麼快，我們要不要先看個電影，吃個飯什麼的，彼此了解一下，互相增加一下感情？想什麼呢？既然演戲就要演全套，沒有結婚證，我家裡人那關可過不去。現在就算是我雇傭你，以後每個月給你10萬塊錢，就當是你的工資費。對不起，我從小接受的教育不允許我做這種事。你看錯人了。50萬。看人真準。哎呀，老婆，那你坐好了，開車了啊。
等一下，我家里人還不知道我結婚的事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他們或許会刁难你，你千萬別露馅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是專業的。像我这麼帥氣逼人的姑爺，說不定等會兒阿姨見到我，還覺得我是她的夢中情緒呢。秦少，银河集团的朱雀项目公開招標，唯有秦家才有這樣的實力拿下這個項目。屆時，秦少可千萬不要忘了我們蘇家呀！那就要看看你們蘇家的表現了。朱雀項目是銀河集团葉青灵葉总钦點的商業項目，能拿下朱雀，我們秦家就能一飛沖天。是，秦少前途無量，我們家知雪嫁給秦少，那是他8輩子修來的福氣。秦少，今天晚上我就讓堂姐去伺候你去啊！妈，二叔，知雪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去伺候秦少。知雪啊，秦少已经答應我們，只要你願意嫁給他，秦家願意和我們蘇家共享朱雀項目。我已經結婚了，這位是我老公葉凡。嗨。你什麼時候結婚了？我怎麼不知道？蘇知雪，你抽什麼風啊？好端端的秦少你不嫁，從哪擼的野男人？二叔，我什麼時候結婚，和誰結婚，似乎輪不到你來管。你啊，我知道，這個男人肯定是我姐為了拒絕秦少臨時找的演員。小子，我勸你識相點，趕緊滾蛋，別在這兒冒充我姐的老公，否則都不用秦少出手，我們蘇家都可以讓你死無葬身之地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晚了。我們現在可是貨真價實的夫妻，如假包換，神妻，那更好啊！我就喜歡玩人妻，我去你！再敢打我老的主意，弄死你敢打我？啊！你还有你們蘇家膽子夠大的，想我不想要了？秦少息怒，蘇家不能沒有朱雀項目啊！我這就讓知雪和他離婚。蘇知雪，你知道你在幹什麼嗎？隨便找一個野男人就想成為我蘇家的姑爺，他還動手打秦少，趕緊跟他離婚！葉凡是我老公，我是自願嫁給他的，木已成舟，絕不會離婚。就算沒有秦家，我一樣可以幫助蘇家拿到朱雀項目，帶領蘇家加入萬國商會。胡鬧！你不能拿蘇家的命運開玩笑。銀河集團可是商業巨頭，跨國集團，怎麼能夠把朱雀項目交給我們蘇家？只有依賴秦少，才是我們蘇家唯一的出路。夠了！我就給你們蘇家24個小時，明天招標會開始之前，蘇知雪還沒跟這個廢物離婚，請別要了！哎，秦少，蘇知雪，你看你幹的好事兒！有秦少的支持，我們蘇家離覆滅不遠了。還有時間，知雪，你現在立刻和這個葉凡，我讓你插嘴了嗎？立馬和這個葉凡離婚，然後親自去向秦少道歉，請求秦少和我們蘇家共享朱雀項目。哎呀，就是一個秦家嘛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也能幫你拿到朱雀項目。什麼？你說真的？你是幹什麼的？自我介紹一下，我是国家1級核心資源空間師。什麼意思？簡稱好弟弟。你敢耍我？这個臭屌絲竟敢口出狂言！你恐怕連朱雀項目是什麼都不知道吧？要不是你，我們也不會得罪秦少。你要是還有一點自知之明，就趕緊和知雪離婚。哎，別狗眼看人低啊！你們看我長得像不像銀河集團葉總葉青靈的弟弟？这
嗯，还真有点像啊。我呸！混账东西！你该不会说自己是叶总的弟弟吧？哼，那你看这气质，可说呢。叶凡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是你别开这种玩笑。哎呀，老婆，不信你们说的银河集团叶总啊，电话号码我有。苏之雪，这就是你要找的男人？为了一个空口说大话的一个废物，竟然去得罪秦少！就你也配有叶总的电话？要是让叶总知道你拿着他的名号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恐怕把我们苏家也要拖累进去。行了，叶凡，银河集团的叶总可不是随便拿来开玩笑的。切，不要算了。志雪，你就听妈的，赶紧离婚。爸，这可怎么办？堂姐要是不离婚，秦少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参与朱雀项目的。如果苏之雪一意孤行的话，那她不配做苏氏集团的总裁。她不仁，别怪我无义。哼，今天就是招标会。如果苏之雪还一意孤行的话，我将联合全体股东罢免她的总裁职位。哼，苏之雪没了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哎呀，为了让知雪能嫁给秦少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考虑怎么样了？秦少，您放心，知雪和那个野男人今天一定会离婚。您和知雪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对，今晚我们就把苏之雪送到您床上去啊！最好是这样啊！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知雪，你怎么还带着这个废物啊？这是你们苏家给我的交代。哎呀，秦少，误会呀！秦少，一定是这个废物，跟赖皮狗一样粘着我姐，赶都赶不走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你以为你纠缠着知雪，你就可以攀附上我们苏家吗？我告訴你，你這是不知死活！二叔，我是知雪的老公，說起來，咱們應該才是一家人。你為什麼總是指望這個廢物秦少，不指望我這個正牌女婿呢？嘿，你小子，本少看上你，你也敢染指？你信不信？我一通電話就能讓你在天海沒有立足之地？就憑你，還沒有死。葉凡，秦家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，這件事我來處理。我在此宣布，葉凡是我老公，你們任何人敢跟他作對，就是我的敵人。好，很好。那既然這樣，今天這個合同，我看你們蘇家是拿不到。蘇之雪，可你媽還在這兒，你有什麼資格替蘇家做主？就憑我是蘇氏集團現任總裁，我將傾盡蘇氏集團之力，和秦家競標朱雀項目。葉總，好消息，少爺有女朋友了，兩人還領證了。這個臭小子總算開竅。對方是哪個世家的千金？好像是天海一個小家族的女總裁。少爺現在跟她正在朱雀項目的招標會上搗亂。什麼？這個混小子，堂堂葉家繼承人，竟然找了一個小家族的女人，還在我的招標會上找茬。備車，我要親自找他去算賬。對了，他在搗什麼亂？他和天海秦家大少起了衝突。好一個秦家！我的弟弟也敢鬥，我的弟弟我能打嗎？他們也配？說得好，老婆，我支持你。死丫頭，你還看不清楚形勢嗎？我們蘇家不過是個二流家族，拿什麼和秦家競爭？你這是要帶蘇家走上絕路啊！你還以為你是高高在上的蘇氏集團總裁嗎？什麼意思？好好看看，由於你的一意孤行，置蘇氏集團的安危於不顧，股東大會已經決定罷免你的總裁職位。從現在開始，你和蘇氏集團沒有任何關係。什麼？媽，我不是你女兒嗎？你居然眼睜睜看着他們罷免我！女兒，
媽也是沒辦法，媽不能眼睜睜看着你和蘇家背道而馳，秦家才是我們唯一的靠山。蘇知雪，聽到了，你已經被逐出蘇家了。老婆，听起来你好像被赶出家门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闭嘴！好嘞。为了这个朱雀项目，我那么辛苦做的项目书，你们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来对付我！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项目书怎么会在你那里？哎，秦少，这可是我姐亲自拟定的朱雀项目计划书，我可是费了好大功夫才把它拿到手的。写的不错，但可惜啊，没有什么用。秦少，你这是知道为什么我们秦家对朱雀项目志在必得？还不是因为你会当狗啊！这个我老婆可学不来，因为有我在，她也不需要。银河集团这次朱雀项目的负责人吴奇峰吴总，是我秦家的世家。吴总早就内定好了，要我们秦家，所以啊，不管你们怎么努力，都掀不起什么风浪，懂吗？秦少果然厲害啊！没想到還有這層關係，難怪秦家可以左右今天的競標。秦少，朱雀項目對我們蘇家至關重要，還請您高抬貴手，招撫我蘇家呀。蘇知雪，只要你跟這個廢物離婚，並且今天晚上乖乖到酒店來找我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當做什麼都沒發生，怎麼樣？休想！知雪，你不要再執迷不悟了，趕緊和這個廢物離婚，這是最後的機會了。媽，我可是你親生女兒，你居然把我往火坑裡推！蘇知雪，朱雀項目已經內定給了秦家，你別不知好歹。蘇知雪，這項目你到底還要不要？要是想要，今晚就乖乖來酒店找我，你聽到了沒有？嘴巴給我放乾淨點，就憑你，你也配？老婆，不就是朱雀項目嗎？我給你，這個混蛋敢惹你不住，給的。小子，你敢打我？還口出狂言！你當銀河集團是你家開的？喲，你怎麼知道銀河集團是我家開的？庶子好大的口氣啊！小心禍從口出！吳總監來了。吳總，一點小插曲，有人在咱們招標會上鬧事，但既然您來了，咱們就交接朱雀項目吧。啊？是誰膽敢在銀河集團競標會上鬧事？也罷，這點小事你們自己處理。哎，這是朱雀項目的合同，簽了的，這個項目就是秦家的。哎，感謝吳總信任，我日後必有重謝。且慢，吳奇峰是吧？朱雀項目是銀河集團的公開招標項目，茲事體大，你就不怕這事要是被葉總知道，把你3刀6洞？你是什麼東西？也配教我做事？葉凡，這可是銀河集團的吳總，位高權重，我們惹不起的。不用怕了，不就是一個小小的總監嗎？要是再不懂事的話，咱給開了。哎呦，還真是大言不慚呢！不僅搶本上的女人，還敢跑到這兒來蹦，對吳總不敬，怎麼就不把銀河集團放在眼裡？吳總，像他這種狂妄之人，就應該把他給廢了，以正銀河集團之威名。他跟我們蘇家沒有任何關係，要殺要剮，跟我們蘇家更沒有關係。吳總，您別誤會了，這一切都是秦少先挑事的。放肆！因為我也就算了，還敢借銀河集團之威名狐假虎威，今日若放過你，何以正銀河集團的威名？來人，打斷他的雙腿，丟出去！你確定要對我動手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來了，也救不了你。動手！葉總到！葉總，您來的正好。這不知道哪來的臭小子，竟敢在咱們招標會上鬧事，我這就把他轟出去。葉總，就是你在我的會場上搗亂？沒錯，就是。二姐，什麼？葉總是你姐？什麼？葉凡竟然是葉總的弟弟？不可能，他怎麼會是葉總的弟弟？葉凡，葉總真是你姐？
怎么，不像吗？在银河集团这么多年，竟然不知道叶总有个弟弟。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好女婿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，我早就看出你非池中之物。这仔细一看，你就是人中龙凤啊！姐夫，我觉得你和我姐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叶总，叶凡是我们苏家的女婿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以后啊，还希望多多照顾我们苏家呀。少跟我攀关系，谁是女婿？什么情况？叶凡，你不说叶总是你姐姐吗？哦，我知道，肯定是叶凡在这里假冒，他想拿下银河集团的项目。叶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冒充叶总弟弟！哎，叶总啊，这种小人物不必您亲自动手，我这就替您废了他，然后跟您对接朱雀项目。谁说朱雀项目是你们秦家的？这蘇之雪是吧？想要合同嗎？只要跟他離婚，這個合同就歸你了。葉總不可！葉總，朱雀項目斥資巨大，我已經答應給秦家了。我走！你在教我做事？銀河集團什麼時候由你說了算了？葉總，這都是為了集團好啊！只有秦家才接得下朱雀項目，而蘇家不過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小家族，根本配不上朱雀項目。究竟是蘇家配不上，還是你暗中請進？我私囊！冤枉葉總，冤枉！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骯髒事兒，像你這樣就是我們銀河集團的蛀蟲。你在開除了。葉總，你不能開除我呀！我兢兢業業為集團這麼多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，葉總。葉總，葉總，葉總！蘇小姐，朱雀項目就在你眼前，拋棄一個廢物老公，換你們蘇家騰飛。我想蘇小姐應該知道如何選擇。之雪，你還猶豫什麼呀？朱雀項目我們一拿到了，就能加入萬國商會了，我們就能躋身一流家族。堂姐，為了一個來路不明的野男人，換咱們蘇家進入萬國商會，你有什麼可猶豫的？快簽了他呀！哎呀，老婆，我姐跟你鬧着玩呢，她就是想逼咱倆離婚。你不會真的為了一個合同跟我離婚吧？之雪，就該這樣，簽了他，你就是我們蘇家的驕傲。我蘇之雪要的從來不是這些。就算苏家示威，我蘇之雪也不會因為別人的威脅和脅迫而妥協。是朱雀項目，我可以不要。蘇之雪，你瘋了！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？老婆，既然你對我不離不棄，那我也一定不會辜負你。你放心，這項目一定給你要回來。看到沒，我選媳婦兒的眼光還是很準。哎呀，葉總，之雪只是一時糊塗，求您再給他一次機會吧。蘇之雪，你竟然為了一個廢物當眾拒絕葉總，你是我們蘇家的罪人吶！很好，既然蘇小姐已經做出了決定，那這個合同就此作廢。葉青玲，這份我老婆要，你給不給？你在威脅我？對，就威脅。葉凡，你可不要亂來，這可是銀河集團的葉總。哎呀，老婆你放心，我說這合同是你，就一定是你，什麼東西不好使。那我要是不給？好，夠硬氣。你信不信？我現在就在現場打電話。你什麼你，我什麼我？給不給？不給我就打了啊！這混小子就知道拿老媽養。算你狠，給他。這還差。你跟我過來。葉總，我老公他是有些荒唐，得罪了你，您千萬別怪罪他。這個朱雀項目我可以不要。蘇小姐，莫要自誤，我把朱雀項目交給你，
只是因為你在商業上頗有造詣，你是最適合這個項目的。至於你老公，我另有賬跟他算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就收着吧。你放心，我就去，很快就回来，没事的啊，拜拜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叶总竟然真的因为这废物的一句話，就把朱雀項目讓給我們蘇家了？難道葉凡真的有後台？哎，你們不會真的以為那個葉總和葉凡有什麼關係吧？葉總剛才說了，把朱雀項目交給知雪是看中他的工作能力，和那個葉凡有什麼關係？哦，原來如此，難怪葉總非要他們兩個離婚，肯定是葉總不想看到知雪被這樣一個廢物拖累。朱雀項目耗資巨大，單憑你們蘇家是吃不下的，只有跟我秦家聯姻，才有可能順利完成朱雀項目。對，知雪，朱雀項目關乎我蘇家能否加入萬國商會，這其中少不了秦家的幫助。你們別說，葉凡是我老公，我是絕對不會拋棄他的。蘇知雪，別給臉不要臉啊！別以為有了朱雀項目，我就不能把你怎麼着了。只要有我在，項目不可能順利進行。哎，你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巨額賠償金吧。蘇家想進商會時，有我在，你們這輩子去。秦少，你小子出息了，竟然找了一個二流家族的女人做老婆，你把咱葉家的臉往哪兒擱？當初可是你們逼着我找女朋友的。再說了，二流家族又怎麼了？真論起來，大夏哪個家族比得上我們葉家？你這不是為難人嗎？總之，你趕緊把婚給我離了，我不喜歡那個什麼蘇知雪，她配不上你。我不離，你要再逼我，就告訴我爸媽去。我還治不了你了，你等着，我讓大姐收拾。你應該知道，大姐是萬國商會的會長。哎，葉清靈，你給我站住！毒婦！葉凡，你怎麼樣？葉總沒對你做什麼吧？哎呀，老婆你就放心吧，她是我姐，能把我怎麼樣？你還真眼上癮了。行啊，再怎麼說你也是我雇傭的老公，我當然不能眼睜睜看着你出事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那邊處理完了嗎？處理完的話，跟我去個地方。去哪兒？去我家。就這兒。葉凡，想不到你一個開小破車跑滴滴的，還有點家底啊。嗨，家裡有點小錢罷了。走吧，咱們趕緊進去吧，一會兒我爸媽跟得着急了。我回來了，你們的兒媳婦我也給你們帶回來了。終於把兒媳婦給盼來了，來，過來，請坐啊。謝謝阿姨，您太客氣了。哎呀，我餓了，什麼時候開飯？小姑娘長得倒是挺俊俏，叫什麼名字啊？哪家姑娘？謝謝叔叔，我叫蘇知雪，來自天海蘇家。那個，什麼時候開飯？蘇家沒聽說過呀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沒關係啊，小雪，既然你進了葉家的門，以後啊就沒人敢欺負你了。對，我們家呀不在乎那些虛的。姑娘啊，你攤上老夫那個不着調的孫子呀，可真是辛苦你了呀。沒有的事兒。啊，對了，我們別坐着了，邊吃邊聊啊。對，好不容易把兒媳婦盼來了，一定要吃得開心點。對了，小雪，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啊？阿姨，我現在在自己創業。哦，自己做生意啊，也行。這小女生啊，有點自己的興趣愛好也挺好的。剛好小凡的二姐也是做生意的，改天讓她親自給你成立幾個項目。謝謝阿姨，您太客氣了。哎呀，小雪啊，你這細皮嫩肉的，一個人在外面太危險了，要不要跟叔叔補身？叔叔，請問你是做什麼的？他呀，成天在外面打架鬥毆。什麼打架鬥毆？明明是打七國嘛！
小雪啊，你放心，你跟叔叔习武防身，不出3年，叔叔让你力压天下宗师。叶凡，你爸妈一直都是这样吗？宗师可是只有大家族才请得起，整个大夏没有几个啊。算的，习惯就好。怎么了，小雪？你要是不愿意跟叔叔习武的话，就来跟爷爷学艺，爷爺親自教你，保證讓你不出3年超過那個范等閒。爺爺，范什麼？范等閒呢？國藝聖手范等閒？天哪，這都是什麼一家子？葉凡，這家裡人都什麼情況？怎麼跟你一樣沒谱？哎呀，你聽聽就行，他們就這樣。對了，小雪，今天是阿姨第一次見你，我給你準備了一個小禮物，雙生手鐲一對，全世界僅此一對。阿姨，這太貴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哎，小雪，收下收下。那個叔叔知道你們女孩子呀都愛美，那個，這東西說叫什麼鳳凰涅槃，是那個什麼聚寶閣的鎮館之寶。叔叔特意拍下來，送給你做見面禮。來，小雪，這是爺爺親自煉製的養顏丹，世上絕無僅有，服下後可以美容養顏，青春永駐。爺爺，叔，我真不能要這些，太貴重了。哎呀，你就收着吧，給你就拿着。那就謝謝爺爺、叔叔、阿姨。哎呀，客氣什麼呀，咱們都是一家人。那我就收着了。看看這手鐲，這簪子，你爸媽說的跟真的一樣。不過這也是他們的心意，我很滿意。老婆，這些東西你都收好，都是價值連城的東西。我懂，叔叔阿姨都是好意，你放心，不會拆穿他們的。對了，小雪，你剛好也是做生意的，這小凡的二姐啊，開了個小公司，一會兒啊，我就讓她過來，親自給你成立項目。媽，哎呀，你就別提了。本來今天小雪要去跟銀河集團去談合作，結果半路殺出來個什麼葉子，不僅搞黃了我們的項目，還逼着我跟小雪離婚，這簡直太不像話了。什麼？反了天了還不成？混賬東西！自從他當了什麼破總裁之後，整天趾高氣揚的，敢欺負我兒媳婦兒。小雪，你不用怕，一會兒啊，爺爺就替你去收拾他啊。爺爺，銀河集團可是跨國公司，葉總也是一代驕女，看不起我們蘇家很正常。老婆，在這兒你怕什麼銀河集團破總裁？在這，他就是個小凱迪貓。哪個不知死活的？又在說我壞話？二姐，葉凡，你快住口！怎麼說話呢？哼，我就知道這小子果然跑回來告狀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不好意思啊，走錯門了，對不起對不起啊。一個小破總裁，神氣什麼呀？這都什麼情況？他不是說他走錯門了嗎？真的是真的假的？好了，小雪，不用管他。話說你們兩個打算什麼時候要小孩啊？阿姨，這也太快了吧？那個的確是急了點，不過可以先辦婚禮嘛。小雪，什麼時候讓我們見一下你們家長，商量商量結婚的事兒？說得對，咱們啊不能虧待了小雪，這該走的流程啊，咱們也得走，對吧？對了，
我看啊，今天天色也晚了，你们两个要不今天就在这儿休息？哦，房间啊，早都让人收拾干净了，对吧？收拾干净了。啊！这都什么情况啊？苏之雪，你怎么就稀里糊涂答应下来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们都已经领证了，当然是过来睡觉啊。我们好歹也夫妻一场，你就这么对我啊？我们只是假夫妻，今天过来就是应付一下你父母。晚安。切，晚安就晚安，反正来日方长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爸媽，雪儿，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樣？謝謝阿姨，我休息得很好。小雪啊，到這兒就當成自己家。走，吃飯。謝謝叔叔。快坐，雪兒。快吃快吃。謝謝爺爺。接個電話。喂？什麼？怎麼了，老婆？范等閒剛剛在發布會上宣布要中斷和蘇家合作，投靠秦家。我們剛剛拿到的朱雀項目也因此不能推進了。就這點事兒啊？我一會兒就派人幫你們解決了。謝謝阿姨，但是你們不了解，神醫范等閒被稱為國醫聖手，在大夏醫藥界幾乎是一呼百應。我們蘇家又是主做醫療的，他剛剛宣布了這個事情，就這麼一會兒的時間，蘇氏集團股票大跌，我必須馬上去發布會，要不然蘇家會大禍臨頭。這爺爺，我記得這個什麼國醫聖手范等閒，之前不是被你逐出師門的徒弟嗎？他在搞你孫媳婦公司呢。哼，這個逆徒平日裡招搖撞騙也就算了，這次竟然欺負到我孫媳婦頭上來了。乖孫子，帶爺爺過去，爺爺要清理門戶。范神醫，我們蘇家剛拿到朱雀項目，你為什麼要跟我們斷絕合作？你們蘇家總裁蘇之雪，不過就是一個剛愎自用的女娃娃，蘇家遲早會毀在她手，而秦家才有實力完成朱雀，我自然投靠秦家。秦少，請再給我們一次機會。哼，欺負！我說過，我一定為蘇之雪付出代價。之雪，你來的正好，范神醫要跟我們斷絕合作。范神醫，您為何要突然中斷和蘇家的合作？是我們給你的待遇不夠好嗎？蘇家可以加盟。你加多少沒有用，秦少已經答應我，要舉薦我成為萬國商會的醫藥顧問，你蘇家能做到？這什麼？萬國商會的醫藥顧問？我們蘇家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達到萬國商會的門檻，更何況舉薦別人。這秦少竟然把范神醫推薦到萬國商會當醫藥顧問，難怪范神醫要投靠秦家呢。蘇之雪，你之前不是挺傲氣的嗎？我說過，我們秦家輕而易舉就能把朱雀項目攪黃，忘了嗎？之雪，你快求求秦少，蘇家不能失去范神醫，不能失去朱雀項目啊！秦風，你到底要怎樣才能放過蘇家？很簡單，你嫁給我，然後把朱雀項也交給我，我可以考慮放過蘇家。這不可能！哎呀，堂姐，你就趕緊答應秦少吧，你要是再不答應，我們蘇家就要完了。之雪啊，你是蘇氏集團總裁，你不能眼睜睜看着蘇家破產啊！之雪，一旦范神醫斷絕和蘇家合作，我們蘇氏集團的股票就會瞬間跌至谷底。現在只有秦少才能救蘇家呀！范神醫，請您相信我，我也可以帶領蘇家加入萬國商會，到時候一樣可以舉薦你成為萬國商會的醫藥顧問。
蘇芷雪，這個時候了還做夢啊？沒有我，你們蘇家這輩子都進不去萬國商會。正所謂啊，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以我在大夏的影響力，沒有我坐鎮蘇家，蘇家絕對沒有實力完成朱雀項目。蘇芷雪，這件事事關蘇家的生死，由不得你胡來。不嫁給秦少，什麼？難道你指望你那個廢物老公來拯救蘇家嗎？他才不是廢物老公，葉凡是我的選擇，你們誰也沒有權利阻礙我的決定。你好啊，那就看着蘇家破產吧。蘇芷雪，我最後給你3秒鐘，你如果再不選擇我的提議，我現在就帶着蘇神医走。3。芷雪，你不要一意孤行了。叶凡就是个廢物，怎么能跟秦少相提并論啊？姐，別猶豫了，再猶豫下去，我們蘇家真的要破產了。秦少，跟他們廢什麼話呀？沒有我等的支持，蘇家就等死吧！一個被逐出師門的逆徒，讓誰等死？葉凡，你怎麼來了？老婆，我來幫你的。這裡的情況很複雜，你趕緊帶爺爺先回去。放心吧，小雪放心，你嫁到我們葉家，就沒有人能欺負得了你。爺爺這就幫你教訓他們。一個小廢物帶着個老廢物，蘇芷雪，這不會是你最後的底牌吧？葉凡，你還真是陰魂不散，要不是因為你，我們能得罪秦少嗎？好啊，現在帶着個老東西過來，蹭我們蘇家的軟飯吃了，是不是？現在蘇家要破產了，某些人軟飯都沒得吃了。我建議你啊，不如早點出去討。如果要出去討的話，我覺得你比我更合適。給我住口！葉凡，你是不是覺得把我們害得不夠慘，還敢大放厥詞？葉凡，這個情況不是你能幫得了我的。如果范神醫真的和蘇家斷開合作的話，到時候蘇家的股票會大跌，資金斷裂，其他投資方也會撤資，蘇家一夜之間就會分崩離析。老婆，放心吧，諒他一不可。葉凡，你是瘋了還是傻了？范神醫現在號稱國醫聖手，威名遠揚，除了萬國商會，沒人能與范神醫比肩。你一個廢物還敢號令范神醫？爺爺再不出手，我就要被人看扁了。孽徒，還不趕緊跪下！哎，你個老東西，怎麼跟范神醫說話呢？你還配稱范神醫的師傅？師傅在上，受徒兒一拜。平時你招搖撞騙也就算了，這次你聯合外人欺負我孫媳婦，老夫今日就要清理門戶了。不是，師傅饒命啊！我真不知道蘇小姐是您的孫媳婦，不然就給我100個膽子，我也不敢這麼做呀。這醫學聖手居然給這老頭跪下了，這老頭到底什麼來歷啊？是啊，那個什麼情況？說跪就跪。葉凡，爺爺真是范神醫的師傅啊？什麼范神醫？不過是被我爺爺逐出師門的逆徒而已。范神醫，你什麼時候拜這老頭為師的？大概有20年了。范神醫，你糊塗啊！這都是多少年的老黃歷了。就算這老頭曾經真是你師傅，但你現在是威名遠揚的國醫聖手啊！你怕他幹什麼？只要你跟了我們秦家，沒有人敢動你。起來，起來，起來！哎，你一邊去！哎，你這咱倆熟嗎？你別來沾邊啊！蘇小姐，方才是我有眼不識泰山，受小人的蒙蔽，請您一定要原諒我這個無心之過呀。現在不取消跟蘇家的合作了？什麼取消合作？我什麼時候說過這話呀？我不僅不會取消跟蘇家的合作，我還要跟蘇家簽訂終身的合同，並且1分錢不收，只要蘇家需要，我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當真？千真萬確。算你識相。范等閒，你敢背叛我？你給我等着啊！還有你蘇芷雪，你費盡心思的不就想讓蘇家進入萬國商會嗎？我告訴你，明天就是萬國商會的納新會，沒有我秦家的舉薦，你這輩子都進不去。哎，秦少且慢，你算了。秦少，小雪，你明知道蘇家想要進入萬國集團，離不開秦少的幫助，你為什麼還是為了這個廢物，還要再得罪秦少？
蘇之雪，明天的纳新会，如果秦家投了反对票，那我们蘇家这些年的心血和苦心经营都将付诸東流了。叶凡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錯。现在投资商知道我們加入不了萬國商會，他們照樣會撤資，到時候我們蘇家照樣會完蛋。不錯，你現在馬上跟這個廢物離婚，親自去給秦少道歉。葉凡才剛剛幫了我，你們就讓我拋棄他，這絕不可能。切，他不過就是幫了你點小忙而已，有什麼用？他能幫我們進入萬國商會嗎？到頭來還得依靠於秦少，趁秦少現在還能看得上，親自去給他道歉，說不定還有一線希望。就算沒有秦家的幫助，我也可以盡我自己的實力，讓蘇家進入萬國商會。你們再咄咄逼人，別怪我翻臉。說得好，不就是一個萬國商會？老婆，咱不用求別人，我帶你去。你，哎呀，我呸！拜拜。葉凡，剛剛謝謝你，但是接下來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處理。你先帶爺爺離開吧。怎麼？你不相信我？我真能帶你進萬國商會？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。萬國商會的會長葉傾城來自北都葉家，他家背景實力雄厚，這個事情只能靠我自己，誰也幫不了我。我還要回去準備明天的納新會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帶爺爺趕緊離開。哎呀，爺爺，爺爺，你也聽到了，你這孫媳婦兒不僅要防別人，連自己人都要防。哎呀，做咱們葉家的孫媳婦兒難吶！你個臭小子，你的心思你當爺爺不明白啊？這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也結了婚了，是時候該把這葉家的繼承人傳給你了。哎呀，太難了。爺爺知道你跟你兩個姐姐從小就不對付，到時候你把這家主令牌拿出來，你的兩個姐姐絕對不敢再忤逆你。哎呦，還有這好東西啊！爺，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？真是的。大姐一向強勢，明天萬國商會的納新會，我一定要讓大姐效我服軟，讓我老婆光明正大加入萬國商會。大姐，咱這老弟沒法管了，娶了個小家族的女人做老婆也就算了，還回家告我的狀，害得我現在連家都回不去了。事情我已經聽說了，咱們葉家是北都豪門之首，也不需要什麼女方這麼強勢的背景。我這不是氣不過嗎？我現在可是連家都回不去了。明天就是納新會了，蘇家也提交了入會申請，我明天就去會會這個蘇之雪。如果他是平庸之輩，倒也沒有資格進入我們葉家。放心，我會替你出氣。老婆，老公，你怎麼來了？我當然是來幫你嘛。謝謝你的好意，但是你幫不了我。萬國商會的納新會是由會長葉傾城親自召開，背後更是有北都葉家的影子，你幫不了我的。偷偷告訴你，其實我才是葉家的真正繼承人。別亂說，北都葉家是大夏第一家族，更是權勢滔天，不是可以隨便拿來開玩笑的。我沒開玩笑。算了，既然來都來了，那就一起進去吧。各位，今天是我們萬國商會的納新會，能參加今天這個宴會的，都是我們大夏一流世家，讓我們共享今日盛宴。秦少，我可聽說了，蘇家提交了加入萬國商會的申請。哎，他們蘇家不過就是一個二流世家，沒有資格加入萬國商會。一會兒啊，投票的時候，還請諸位幫忙，幫我把蘇家趕出去啊！秦少，您客氣了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啊，
可都是我大夏的豪门，叶会長更是出自于北都叶家，位高权重。小小的蘇家還不配和我們平起平坐。話說的太滿，當心舌頭。话說的太滿，也不怕閃了你們的舌頭。喲，蘇之雪，你還真敢來呀！這裡是萬國商會的納新會，名流雲集，蘇家只不過是一個二流世家，也配出現在這裡啊？萬國商會的納新會由葉會長親自召開，為的是開源納新，團結商會，人人都可以參加。哎，我看你是蹬鼻子上臉，有多少大家族頭破血流也沒能加入萬國商會啊！今天在座都是天海的頂級世家，你們蘇家憑什麼加入萬國商會？不錯，別以為蘇家僥倖拿到了銀河集團的朱雀象，就可以和我們相提並論。眾所周知，叶會長的背後那可是北都葉家，那才是我大夏的柱石，根本不需要買什麼銀河集團的賬。以為拿到朱雀項目就可以加入万國商會，提升一流家族，簡直是白日做夢。哎，蘇志雪，我說过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們蘇家這輩子不可能加入萬國商會，留給你們蘇家的只有死路一條。清風，你這是公報私仇。是又怎麼樣？你蘇之雪商業奇才又怎麼樣？在萬國商會面前就是只螻蟻罷了。要是還有一點自知之明的話，就趕緊滾蛋，免得一會兒自取其辱。啊，我算是聽出來了，你們是不是覺得我老婆好欺負？這萬國商會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好像是葉傾城說了算。你們算什麼東西？葉凡，你少說兩句。我和葉會長非親非故的，他怎麼可能會幫我？老婆，其實葉傾城也是我姐，而且是大姐。什麼？葉會長是你大姐？叶會長真的是你姐？秦少，這小白臉是葉會長的弟弟，要是真的，那恐怕我們惹不起。哎，各位，這個葉凡呢，就是一個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冒出來，只會亂認姐的傻帽。上一次他還說他是什麼銀河集團葉總的弟弟，結果被葉總當眾拆穿，還教育他。這一次肯定是故技重施嚇唬你們的。原來如此啊！我就說從來沒有聽說過葉會長有個弟弟，原來是假冒的呀！小子，膽子夠大的呀，居然敢假冒葉會長的弟弟！就算葉會長饒你，我等也不會饒了你。葉凡，你怎麼什麼都敢亂說？你知不知道，葉會長之所以能夠執掌萬國集團，不僅是因為葉家，更是因為他的雷厲風行。要是讓他知道你假冒他弟弟，別說是蘇家進入萬國商會了。哎呀，老婆，我沒有騙你，葉傾城真是我姐。你們不信的話，等會兒葉傾城來了，你們自己去問他。這點小事還用驚動葉會長嗎？他們蘇家想加入咱們萬國商會，那咱們先投票吧，也省得麻煩葉會長，對不对？好，我先投一票，反對票。我也反對，蘇家根本不配进萬國商會。我反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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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反對，我反对，我也反對。蘇之雪，看到了，各大家族都在投反對票，你們蘇家應該不用多久就破產了吧？切，你們投反對票有什麼用？老婆，別管他。哎呀，此套臨頭了還嘴硬，各大家族投的都是反對票，就算葉總來了，也不會說什麼。至於你，等納新結束，我再收拾你啊！你要收拾誰？恭迎叶会長。姐，你在這兒。姐，我在這兒。葉凡，葉會長真是你姐？應該是吧。
兴許更年期提前了，心情不太好。啊，对，一定是这樣。葉凡，你是不是軟飯吃多了，膝蓋也病，到處亂認姐呀？你罵他什麼？啊，葉會長，我說這個廢物他掌嘴。葉會長，你這是……我可以打他罵，但是你沒有這個資格。秦少，你就少說兩句。會長最討厭別人在他面前越權行事，剛才你的行為肯定是讓會長不悅了，這才越是小姐。葉凡，眼下我們已經把各大家族得罪遍了。聽說葉會長深明大義，我們想加入萬國商會的話，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了。哎呀，加油，老婆，我相信你。葉會長，為了加入此次萬國商會的納新會，我蘇家上下準備了3年之久。在此期間，我們還和國義聖手范等閒簽訂了終生協議，而且還拿下了銀河集團的朱雀項目。所以，我在此懇請葉會長能夠讓我們蘇家加入萬國商會，我們蘇家絕對不會給商會蒙羞。3年期間，你蘇之雪帶領蘇家進入2人，確實你在商業上有些天賦。不過，這還不夠。我們萬國商會從來不養廢物，以你們蘇家的實力，還達不到進入我們商會的門檻。蘇之雪，聽見了嗎？會長已經親自否決了你的入會申請，你們蘇家就等着破產吧。葉凡，我們還是回去吧。看來我的努力到頭來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。不過，你們蘇家想加入萬國商會，也不是沒有機會。只要你跟他離婚，啊，我就破例讓你們蘇家加入萬國商會。多虧了葉會長的抬愛，但是我蘇之雪一路走來，多虧了我老公葉凡的一路陪伴，我是絕對不可能為了蘇家的前程放棄我老公。蘇家這丫頭倒是個性情中人，會長分明有意讓你加入萬國商會，你居然為了一個小白臉放棄了。據我所知，你們蘇家為了加入萬國商會，投入了全部資產。如果你放棄這次機會，你們蘇家將會破產。即便如此，我也絕不可能離婚。既然我蘇之雪可以帶領蘇家崛起第1次，那就有第2次、第3次。既然如此，那請蘇小姐自便吧。葉凡，我們走。等等，老婆，信不信我待會兒讓葉倾城求着你信？葉凡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會長已經親自否決了你們的入會申請，別說是你了，這個世界上還沒能有人讓會長改變主意吧？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一旦葉會長決定了，絕對不可能改變。我來。葉傾城，別說我沒給你機會啊！我老婆要加入你們萬國商會，同不同意？你在威脅我？對，我就是在威脅你，能不能進？葉凡，你活膩了不成？你有什麼資格威脅我們會長？葉凡，你是不是瘋了？這樣你會有生命危險的。葉會長，對不起，我老公一時衝動冒犯了你，麻煩您大人不計小人過，千萬不要跟他計較。簡直豈有此理！在我們萬國商會的地盤上，居然敢威脅我們會長！来人，把这個小白臉給我轟出去！我倒要看看，你憑什麼讓我改變主意？唉，就憑這個，這令牌怎麼在你手上？我再問你最後一次，我老婆要進萬國商會，同不同意？葉凡，你瘋了！你拿一個破令牌想讓我們會長改變主意，你痴心妄想啊你！我宣布，從今日起，你蘇家冠我商會之名，行我商會之權，任何人不得忤逆。這賦予商會之名，會長這是答應蘇家進商會了。這葉凡到底什麼來歷啊？只靠一個令牌就讓會長改變主意了，
会长，咱们萬國商會掌握着全球半數經濟命脈，何況您背後又是北都葉家，還葉凡一個蘇家的赘婿，您何必怕他的威脅啊？不錯，這世上能夠讓會長改變主意的，只有葉家家主。這葉凡，他就是葉家家主。這小子這麼年輕，他怎麼可能是葉家家主？啊，不對，你們快看他手上的令牌，真的是葉家家主令啊！老宋，你看清楚了？千真萬確呀！當年我有幸見過這個令牌，不過這個令牌應該在葉家家主那裡保管，怎麼可能在這個小子手上？難道葉凡就是葉家家主？葉凡，你這是哪來的令牌？還是說，你真的是葉家家主？唉，差不多吧。剛剛的話你們都聽到了，我老婆現在正式加入萬國商會，你們可有異議？這葉凡要是真的是葉家家主，我們可惹不起呀！這蘇家走了什麼運，居然傍上葉家這棵大樹？葉凡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偽造葉家家主令牌！秦少，你是說葉凡手裡的那一塊令牌是假的？不會吧？葉家權勢滔天，誰敢偽造家主令牌？這跟找死有什麼區別嗎？你們想想，葉會長出自葉家，如果他葉凡真的是葉家家主，那我們葉會長能不認識他？對呀，會長出自葉家，怎麼可能不認識葉家家主呢？這小子怕是踢到鐵板了，居然敢當着葉會長的面冒充葉家家主。葉凡，你膽子怎麼這麼大，連葉家家主的令牌都敢偽造？哎呀，老婆，別聽他們瞎說，我這可是貨真價實的真貨。我知道你想用假令牌來嚇唬他們，但是葉會長出自葉家，他怎麼可能連葉家家主都不認識呢？會長，葉家乃是我們大夏國豪門之首，這葉凡竟敢偽造葉家家主令牌，還請會長為其降罪。沒錯，如果人人都偽造令牌，那麼葉家的威嚴何存呢？會長，處死葉凡一定是要有。葉會長，葉凡是為我蘇家才偽造的令牌，萬般罪責都是我蘇之雪一人之錯，請葉會長放我老公一條生路。蘇之雪，你以為我不知道？要不是你們蘇家為其撐腰，還葉凡敢偽造葉家家主令牌嗎？沒錯，在我們看來，這件事跟蘇家脫不了關係，蘇家就應該葉凡同罪。邱會長處置蘇家。葉會長，這件事情全部都是我一個人的錯，請你放我老公一條生路。蘇之雪，要怪就怪你太不識抬舉，屢次讓我顏面掃地。現在不僅葉凡要死，連你們蘇家也罪責難逃。老婆，你這是幹什麼？我看該求饒的應該是他們。葉凡，我知道你做這一切都是為了幫我，就算我們是假夫妻，我也絕對不會拋下你。蘇之雪，別怪我沒給過你機會，你現在跟這個廢物劃清界限嫁，我還可以考慮在會長面前給你美言幾句，只處罰他葉凡一個人。你做夢！我蘇之雪在此發誓，要和葉凡同生共死。這蘇家大小姐倒不是個背信棄義之人。好啊，那就你們兩個一塊兒死！給我閉嘴！長怒了，從來沒見過會長發這麼大的脾氣。這小子和蘇家這回要倒霉了。會長，葉凡不過是路邊的一條狗，犯不着您動手，我這就替您來處理他。我是讓你們閉嘴。會長，你打我幹什麼？這個葉凡冒充葉家家主偽造令牌，您不應該懲治他嗎？這令牌是真是假，難道我看不出來嗎？會長，我查過了，這葉凡呀，就一開滴滴的，他肯定不是葉家主，你可別被他蒙騙了。是啊，會長，這些年總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借着葉家的威名到處招搖撞騙，你可千萬不要上當。這塊破令牌，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這樣，會長，您要是實在不放心，就打個電話回家問問，這樣肯定萬無一失。說，這令牌從哪兒來的？還需要我親自給你解釋啊？你要實在不信的話，就打個電話回家問問。咱們家那幾位的脾氣，你不是不清楚。哎，葉凡，你少在這危言聳聽了，
你以為這樣能把我會長嚇唬住？葉凡，會長可是葉家長女，在葉家的地位舉足輕重，豈是你三言兩語就能恐嚇的？會長，您還是打電話問問，讓這個廢物死也死的心服口服。完了完了，這下徹底完了。葉會長，但凡打通了電話，那你偽造令牌的罪名就坐實了。放心吧，老婆，真金不怕火煉，让他打。爷爷身强力坚，怎么会突然把家主令牌交给他？人斗这小子真的伪造出来糊弄他。电话。喂，爸，家主令牌是否在爷爷那儿？废话，咱叶家的家主令牌不在你爷爷手里，还能在谁手里啊？爸，你確定家主令牌在爺爺那兒？你打電話過來就為這事兒，你吃飽了撐的吧，死丫頭！我警告你，你從小脾氣就傲，少跟我的兒媳婦作對，不然我……死到臨頭了還這麼淡，沒聽見剛才我們會長打電話已經確認了嗎？你那個令牌呀，就是個冒牌貨。會長，鐵證如山，葉凡他偽造家主令，罪不可恕，請會長將他凌遲處死。你個臭小子，敢拿假令牌糊弄我，你是皮癢嗎？葉會長，千錯萬錯都是我蘇之雪一人的錯，你不要責罰他。蘇之雪，你以為這事你能逃得了關係？要不是你在背後慫恿他，敢幹這種事嗎？葉傾城，白瞎你一世英名，連自己家的家主令牌都認不出來啊！放肆！你竟敢叫會長的名字！現在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了，你的就是個假的。好，我讓你心服口服。今天這令牌，我親自鑑定真偽。會長，這小子分明就是在找借口拖延時間，你可千萬別上當。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，如果這個令牌是假的，蘇家從此以後除名。好，我接了，拿去驗吧。給。沒事。葉凡，你怎麼真把令牌交出去了？這要是驗出來是假的，你跟我今天都別想活着走出去。老婆，放心吧，沒事。事到如今，你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。只希望他們不要鑑別出來這個令牌是假的。這葉家的家主令乃是麒麟火玉所製，不懼高溫，唯一的鑑別方式就是將其冰凍。葉傾城，你該不會忘了吧？這種說法我倒是有所耳聞。麒麟火玉遇冷的情況下會發出七彩華光，如果你這塊令牌遇冷能起反應的話，那就是真的；反之則為假。那還等什麼？如此稀世珍寶，世間再找不出第二塊，是真是假，一驗便知。那我就讓你死得心服口服。來人，把冰盆抬上來。是。會長，冰盆在此，只要將這令牌擱置盆中，便可真相大白。這小子就是嘴硬啊，都到了這個時候，還在這強裝。無妨，等會兒令牌發不出七彩華光，別說他，整個蘇家都得被他陪葬。看到了吧？沒有反應，這是假的。葉凡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來人，給我拖下去，亂棍打死！葉凡，你先跑，我替你拖住。你還有何話說？跟他還有什麼好說的？葉凡偽造葉家家主令牌，罪不可赦，其罪當誅。會長，這假令牌該驗的也驗了，跟他們還有什麼客氣？真是無恥！這令牌在冰盆裡毫無反應，縱使你說破天，也無濟於事啊！這麒麟火玉最起碼也要在零下30度左右的氣溫，才能綻放出七彩華光。現在沒有任何反應，是因為溫度還沒有那麼低，分明就是狡辯。會長，別信他鬼話。究竟是不是狡辯？拿來液氮一試便知。你說驗就驗啊！我們都被你耍了這麼多次，這一次絕對不能讓你繼續牽着我們的鼻子走。會長，別再和他浪費時間了，他不過就是找借口拖延時間罷了。姐現在就處死葉凡，以免夜長夢多。你在教我做事？絕的！這會長啊，什麼都好，就是太較真兒了。反正也是最後一次了，就讓這個廢物死個明白。
黑海华光啊！真的是叶家家主。这令牌是真的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叶家家主令牌只有叶家家主才能随身携带呀，这居然是真的！拜见叶家家主。叶凡，你从哪儿找到这个假冒货？居然可以以假乱真，把大家全唬住了。淡定，淡定。叶家主饶命啊！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人中真龙，还请叶家主恕罪。我们也是被坏人蒙蔽，不然借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跟您作对啊。怎么样，费这么大劲，现在你们总该信了吧？我老婆要加入万国商会，谁还有意见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叶家主，我们也不知道苏小姐是您的妻子呀，要早知道，我们也不敢呢。叶家主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定以苏家马首是瞻，唯命是从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调查，他就是个军地司机，怎么可能是叶家家主啊？我说你这人真是一根筋呐！这证据已经摆你脸上了，还不信呢？会长，这事有蹊跷，你一定要严查，不能让他们这么瞒天过海就过去了。就你会长，此事已了，散会了。会长，哎，记住你们刚刚说的话，再敢和我老婆作对，绝不轻饶。叶家主，请放心。老婆，我们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还有这个。哦，对呀。走吧。走。想不到苏家竟攀上了叶家，以后恐怕要凌驾于我等之上了呀！哎，还好啊，叶家主大人有大量啊，否则以叶家的實力，一句話就能把我們苦心經營多年的產業毀於一旦。什麼葉家家主？你們都被騙了！秦少，此話怎講啊？剛才那塊令牌放出的七彩華光，我們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呀。是啊，就連葉會長都親口承認了，這難道還有假嗎？各位，你們請看，葉凡在天海當了3年的滴滴司機，他的功耗載過多少乘客，被我調查得一清二楚，怎麼可能是葉家家主？這簡直是豈有此理！這是吃了雄心豹子膽了嗎？招搖撞騙，居然搞到我們萬國商會來了！不知道這小子使了什麼手段，連葉會長都被他騙了。在座的哪一位不是家世顯赫的天海龍頭，居然被一個黃毛小子逼得下跪？這簡直是奇恥大辱！這件事兒絕不可能就這麼算了。葉凡這個人陰險狡詐，軟的不行，只能來硬的。如今蘇家有了葉會長的支持，再加上蘇之雪的商業天賦，我們恐怕很難在商業上面下手啊。秦少，你有什麼好辦法？現在這時代，一切都以強者為尊。既然我們沒有辦法從商業上下手，那我們就直接出動宗師，一勞永逸。什麼？宗師？世間的宗師屈指可數，每一尊都是問鼎武道巔峰的存在，只有北方的4大家族才供養得起啊！是啊，這供養一尊宗師，耗資特別巨大。雖然我等都是一流世家，但是也供不起一尊宗師啊！到哪裡去找宗師出手啊？實不相瞞，在很多年前，我們秦家曾幫助過一尊宗師。這尊宗師為了感恩，答應成為我們秦家的供奉，坐鎮秦家。什麼？秦家居然有宗師坐鎮，難怪這幾年發展得如此迅速。好，只要有宗師出手，這個葉凡他是插翅難逃。還請秦公子為我等出了這口惡氣。哎，好說，好說。啊，剛才好險，差點就被識破了。你還真是藝高人膽大，葉會長都被你糊弄了。你就一點不懷疑？萬一我真的是葉家家主呢？你，切，得了吧，
你忘了你是怎麼被我拐回來當老公的？喂，爸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爸说让咱們回去一趟。啊，爸，哎，小雪，你来了，叔叔，快坐。小雪啊，那天你走得急，叔叔还沒和你好好聊呢。怎麼樣，事情解決了沒？沒解決的話，叔叔幫你解決。謝謝叔叔關心，還好有他幫我們蘇家解決了這次難關。都是這小子應該的。小雪，你放心，只要你進了葉家的大門，叔叔是不會讓你受半點委屈的。謝謝叔叔。爸，今天你把我們叫過來，到底什麼事兒啊？這當然是你們的人生大事了。雖然你們倆結婚了，但是婚禮還沒辦呢。啊，叔叔，我們不是已經領證了嗎？這個婚禮就沒有必要了吧？哎，那可不行，這個婚禮不僅要辦，而且要大辦特辦。啊，葉凡，你快勸勸你爸，否則假的都要成真了。你不是說演戲要演全套嗎？小雪，你放心啊，那個我到時候一定會為你和凡兒舉辦一場世紀婚禮。那我們家的人脈還是很廣的，到時候我要讓天下所有的宗師為你們捧場。葉凡，你爸也太能吹了吧，還天下宗師，我蘇家都請不來，你爸居然能把全天下的宗師都請來給咱們捧場。習慣就好，習慣就好。叔叔，你也太熱情了。如果非要舉辦婚禮的話，那我們就一切從簡，勤儉節約嘛。我看這婚禮是辦不成了，辦葬禮吧。秦風，你居然這麼死纏爛打！哎，蘇之雪，我勸你今天少管閒事，我是來找這個廢物算賬的。你要做什麼？做什麼？葉凡他屢次三番壞我好事，今天他一定得死。兒子，這人是誰啊？爸，他就是你兒子的情敵，這不叔給我不服，找上門來了。你，我說你小子，你連一個情敵都搞不定。想當年你爸追你媽的時候，那可是迷倒萬千少女，沒有一個人配成為你爸的情敵。葉帆是我老公，你要是敢動他，就是我蘇之雪的敵人。難道你真要和我蘇家不死不休？這事兒跟蘇家沒關係，我勸你別多管閒事。今天我一定要他死。蘇之雪，我勸你待一邊去，別濺你一身血。父老，該你出手了。秦少放心，我堂堂宗師，殺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，隨手的事兒吧。宗師，秦風，你竟然出動宗師！沒錯，宗師出馬，葉凡他今天插翅難逃。卑鄙無恥！我們天海各大家族曾經簽過條約，禁止出動宗師。如今你竟然光明正大出動宗師動武！各大家族禁止宗師動武，是因為他們沒有宗師。我們秦家有宗師坐鎮，誰敢有異議啊？況且葉凡在納新會上讓各大家族下跪蒙羞，現在整個天海的家族，誰不想讓他死啊？葉凡，你現在說出走，他們要來硬的，我幫你拖住。想走，晚了，小子，你是自行了斷呢，還是讓老夫出手呢？死在宗師手，不丟人。哼，就憑你，還動不了我。葉凡，
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。陆老可是堂堂的宗师，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陆大师，您和叶凡无冤无仇，请您收手。秦家给您，我们苏家双倍奉上。秦家曾有恩于老夫，况且老夫这些年受秦家供奉，岂是你能收买的？苏之雪，我劝你就别垂死挣扎，等陆老弄死了叶凡，本少第一个就办了。你，老婆，不用怕，区区一个武道宗师，都不用我出手，我爸一只手掌就把他们弄了。哎呦，叶凡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能打败宗师的只有宗师。老东西，你吓到我儿媳了！趁我没发火之前，赶紧滚蛋！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么跟宗师说话？叔叔，您有所不知，每一位宗师都是站在武道巅峰上的人物。我们要是得罪了宗师，今天恐怕会死在这里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区区一个宗師，我們葉家還不放在眼裡。今天我就給他們上一課，讓他們知道什麼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狂妄！黃毛小子，敢如此的輕視老夫！今天我就好好的教教你，什麼叫尊敬長輩。摘花飞叶，這真是宗師手段。雕蟲小技，我爸比他更厲害。這個時候就別嘴硬了，趕緊帶叔叔跑吧。現在想跑，晚了。誰說不要跑了？看在你有自知之明的份上，只要你自行了斷，我可以留你全屍。我現在給你一次機會，你跪下給我老婆喝3個小飯，我就只卸你一條腿，放你一條狗命。牙尖嘴利，一會兒倒要看看你還能不能如此的口出狂言。哎呀，陸老，廢了他。爸，看見沒？咱們葉家都快被人看不起了，您還不出手？你怎麼能讓叔叔送死呢？你是親生的嗎？哎，小雪，你放心，區區一個宗師，我根本沒放在眼裡。蘇之雪啊，從哪兒找的兩個奇葩？父子倆一個德行，死到臨頭了還嘴硬。成為宗師以來，從未有人膽敢輕視老夫。今天讓你們知道宗師之威。陸老，還廢什麼話？滅了他們！你竟然是大宗師！你竟然是大宗師！小小宗師，彈指可滅。陸老，怎麼回事？你可是堂堂宗師啊，怎麼會敗呢？秦少，此人深不可測。我看這件事情就算了。這真是宗師啊？可能是碰瓷的吧。沒想到叔叔這麼厲害。清風，你要是還顧及臉面，就趕緊帶着你的人離開。你個老東西，竟敢騙我！秦少，我騙你什麼了？老東西，連個土老帽都打不過，還騙我是宗師，枉我葉家供奉你這麼多年。
秦少，我真是宗师啊！老东西，敢骗我，那我岂不好骗啊？我劝你们别太得意忘形了，打败了一个假宗师，有我秦家的事，早晚灭了你们，早晚弄死你们！小子，还不走？等我把你扔出去吗？好，我今日放你们一马，日后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走。哎，小雪，走。没想到叔叔真的还挺厉害的，居然还打败了一个假宗师。你就没想过，我爸万一要真是宗师呢？我知道要给叔叔面子嘛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拆穿他的。哎呀，这碍事的人已经清理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言归正传了？什么言归正传？当然是你们的婚礼了。我叶家儿媳的婚礼必定是一场世纪婚礼，3书6聘，名门正娶。叔叔，其实不用那么隆重的。婚礼就这么定了，定在1个月之后。届时天下宗师齐聚，万邦来贺。我要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苏之雪是我叶家儿媳。叶凡、苏之雪，这对狗男女，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！喂，林少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林少，出了点状况，失败了。废物！不就是让你娶个苏之雪吗？连一个2流家族的女人都搞不定，本少要你有何用？林少，这事可不能赖我，是一个叫叶凡的混蛋出来搅局。本少不是来听你找借口的，别忘了，若不是林家主持，你秦家能有今日？是，多谢林少，请林少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这个贱人拿下。罢了，看在你对我林家忠心耿耿的份上，过几日我将亲临天海，助你一臂之力。是吗？那多謝林少。林少，我有件事不明白，就是蘇之雪一個2流家族的女人，你為什麼非要讓我娶她呀？該打聽不是少打聽，你只要知道，事成之後，保你秦家成為大夏第5大世家。好，謝謝林少，我們秦家願為你馬首是瞻。蘇之雪，連北都4大家族之一的林家都給我撐腰，我這次看你怎麼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哼！事情辦得怎麼樣了？金風果然是個廢物，連這點小事辦。看來過幾天啊，我得親自去一趟天海。也好，雖然我林家為北都4大家族之一，卻始終被葉家壓過一頭。若這次能夠成功的話，我們林家將取代葉家，成為新的北都豪門之首。聽聞蘇家那個女人頗有幾分姿色，若非秦家那個廢物秦風是舉世罕見的純陽之體，我還真捨不得這樣的美人便宜了她呢。蘇之雪雖然出生2流家族，但卻是純陰之體，至陰至陽相結合，便可誕下混沌體。這混沌體可是天生的修煉聖體啊！若我能以混沌體為引，將其煉化，便可踏入那至高無上的化境。到那個時候，別說是北都豪門之首了，就是整個大夏都將是我林家的掌中之物。什麼爸？你準備煉化混沌體？那不是獻給羅剎殿殿主的嗎？當年若非羅剎殿相助，咱們林家恐怕也無法成為4大家族啊。不錯，當年我們林家確實受了羅剎殿一些恩惠，但說到底始終是相互利用。如果我能達到化境，何懼他們羅剎殿？可是什麼？自3年前羅剎殿敗給武王之後，便一直遭受武王的追殺，他現在也是自身難保，還有心思管我們呀？之前2大禁忌組織，分別是羅剎殿和武王殿，皆凌駕於4大家族之上，唯有當年那位武王，僅憑一己之力橫掃整個羅剎殿。爸，您要是能打出化境，那豈不是能和這樣的人物平起平坐？不錯，林家的未來就看你這一趟天海之行了。爸，您放心，
我一定讓那对賤人诞下混沌体。老婆，咱们怎么又来你家了？我们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告诉家里人了。可我觉得你家里人应该不是很喜欢我。他们确实对我很绝情，但是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是想跟他们说一下。我们的婚礼，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祝福。好，为了我老婆，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你这搞得我家跟龙潭虎穴似的。走吧。哎呀，现在整个天海都传遍了，叶凡那个废物拿了一个假令牌，在天海招摇撞骗，连叶会长都给骗了。哎呀，叶会长的背后可是北都叶家，要是叶家追查起来，那我们苏家岂不是要被连累了？这个苏之雪怎么跟这个废物还纠缠不清？我们蘇家早晚敗在這個死丫頭手裡。還用說？我姐肯定被這個小白臉用什麼花言巧語給騙了。不行，我得趕緊讓小雪回來，讓她抓緊和葉凡那個廢物離婚。呀，葉凡，你來幹什麼？人家不歡迎你，滾！1個月之後，我要和葉凡舉辦婚禮。畢竟我們是一家人，我還是希望到時候你們能來參加。你說什麼？蘇之雪，你竟然要跟這個廢物舉辦婚禮？小雪，葉凡就是一個禍害。你可是堂堂蘇家女總裁，什麼樣的男人找不到？為什麼非要找一個廢物？葉凡才不是廢物，難道你們忘了，當初要不是葉凡，蘇家根本就不可能拿到銀河集團的朱雀項目，更不可能加入萬國商會。哼，還加入萬國商會？現在天海都傳遍了，他葉凡拿這個假令牌，把葉會長都給騙了，簡直是膽大包天。不錯，萬國商會的會長葉傾城背後是北都豪門葉家。若是葉會長去追究起來，恐怕連我們蘇家都要受到牽連。你還有心思辦什麼婚禮？小雪，你聽媽一句勸，趕緊和葉凡劃清界限，免得被他連累了。夠了，我今天來就是告訴你，我和葉凡要舉辦婚禮，不管你們同不同意，我們的婚禮還是會如期舉行。我看這婚禮是辦不了了。秦少，秦風，你怎麼來了？這裡不歡迎你。蘇之雪，你怎麼跟秦少說話？你們騙了葉會長，我們蘇家以後還要在天海立足，避免不了秦少他幫襯。蘇之雪，我最後給你一次機會，要麼嫁給我，要麼你們蘇家亡。秦風，你還以為蘇家是以前你隨意欺辱的蘇家嗎？以蘇家現在的實力，根本就不怕你秦家。請你立刻滾出去！你說的對，我們秦家不算什麼，那北都林家呢？什麼？林家？我們秦少哪個林家？北都還有第二個林家嗎？難道是北都四大家族之一的林家？沒想到秦家的背後是北都林家。北都四大家族，葉、林、孫、王，每一家都是響徹大夏的頂級存在，其中以葉家為首，而林家是四大家族之中僅次於葉家的存在。呀，那我姐要是嫁給秦少的話，咱們豈不是和林家也攀上關係了？對呀，蘇之雪，你還猶豫什麼呀？嫁給林少，就相當於我們抱上了林家這棵大樹，你明白了沒？就算是林家又如何？誰也不能讓我跟我老公離婚。小雪，你就聽勸吧。蘇家再強大，難道還能比林家強大嗎？你知不知道，林家想要覆滅我們蘇家，根本不需要自己動手，只需要一句話，整個大夏就沒人敢和我們蘇家合作。在大夏，除了葉家，沒有人敢和林家作對，除非你攀上葉家的高枝兒，但這根本不可能。如果我說我就是葉家家主，如果我說我就是葉家家主，葉凡，你有完沒完？真以為自己姓葉就是葉家人了？現在整個天海，誰不知道你打着葉家的名號招搖撞騙？
你自己想死，別拉上我們呀！葉凡，我勸你別不識好歹啊！得罪了林家，別說是你了，你全家都得陪葬啊！一個林家而已，怕是還不夠死。好大的口氣！連我林家都不放在眼裡了。林少，您來了。這就是林家大少。林少都親自莅臨天海，看來是有備而來。林少大駕光臨，不知有何貴幹呢？秦家怎麼說也追隨我林家多年，本少特意為秦家說個親。聽說你們蘇家很有意見。林少，您說笑了。我們蘇家能跟秦家联姻啊，那是我們蘇家的榮幸啊。再說了，還有您親自說媒，我們怎麼可能拒絕呢？林少，您放心，我姐她一定會嫁給秦少的。到時候我們蘇家還指望你們林家多多照顧。林少，我們蘇家只不過是一個小家族，難道你們林家不能放過我們蘇家嗎？小雪，怎麼跟林少說話？林家非秦家可比，你趕緊和葉凡離婚，乖乖嫁給秦少。我林家做事需要理由，要麼你今天嫁給秦風，要麼蘇家今日天海出名。哼！哎呀，把蘇家除名，你們林家什麼時候這麼狂妄？你們林家什麼時候這麼狂妄？你又是誰？敢這麼跟我說話？葉凡，你幹什麼？林少面前哪有你說話的份兒？有意思，我林家貴為4大家族之一，除了葉家，還從未有人敢跟我林家作對。林少，葉凡呐，就是蘇之雪的廢物老公，就是他每一次從中搅局，我才屢屢失手的。姓葉，難道是葉家的人？林少，您說笑了。我調查過，他呀就是個滴滴司機，怎麼可能會是葉家的人？混賬！什麼時候一個滴滴司機也敢這麼跟本少說話？給我打斷雙腿，扔出去！林少息怒，對不起，林少，我老公他就是一時衝動，冒犯了您，還請您饒過他。小雪，你在做什麼？趕緊過來！這廢物得罪了林少，你不要再和他糾纏在一起了。這個小子嘴可真夠大的，說話一直口無遮攔，我們蘇家遲早都要被他連累。晚了，葉凡，你得罪了林少，天底下沒人救得了你，還愣着幹什麼？難道要我說第2遍嗎？我是葉家家主，我看你們誰敢！我看你们誰敢！叶家的家主令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算個什麼東西？我們葉家的事輪得着你來過問？趕緊滾蛋，否則別怪我對你不客氣。林少，我調查過了，別被他騙了，身份是假的，令牌更是假的。對，林少，你好好想想，他怎麼可能是葉家的家主？他就是一個死跑滴滴的。哼，好家伙，還好我見過葉家家主，不然還就真被你給糊弄過去。葉家家主是葉真那個老不死的，你連葉家家主都敢冒充，你好大的膽子！林少，葉凡這個人膽大包天，他今天敢冒充葉家家主，明天就敢假冒林家家主，假以時日，他就敢假冒那位傳說中的武王，你一定不能放過他。放心，既然今天被我碰上，我就替葉家清理了你這個招搖撞騙的廢物。愣着幹什麼？還不動手！林少，我老公他不是故意的，還請您給我個面子，放了我老公。你算是什麼東西？本少憑什麼給你面子？如果您願意答應的話，我願意跟我老公離婚，嫁給秦風。女兒，你說什麼？你答應嫁給秦少了？小雪啊，你早都該這樣了。你跟秦少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，和葉凡算個屁！姐，你終於想通了，你和秦少才是最正確的選擇。蘇之雪，你倒是識相，最終也沒能逃脫我的手掌心啊。葉凡，我走了以後，你要照顧好自己。老婆，你不用怕他。沒用的，林家是僅次於葉家的大族，
都怪我不好，不应该把你卷进来。志雪，有我在这儿，没人能逼，哪怕是林家也不行。笑你，你这嘴还真够大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真的是叶家家主了吗？叶凡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叶家家主了？你怎么不说你还是传说中的武王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你若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，那就下地狱忏悔去吧。叶凡，你不要冲动，你已经得罪林家了，不能再得罪叶家。你快逃吧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等你安全之后，我便会自刎。我是你老婆，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志雪，娶了你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你放心，我家人马上就到，不会有事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把叔叔阿姨也扯进来了？叶凡，你是蠢还是什么？自己死还不够，还要拉着全家一块儿陪葬。叶凡，你不会以为人多就能抗衡林家吧？真以为姓叶就是北都叶家了吗？萧雪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废物自己死还不说，还要连累全家人，你理解还是正确的。叶凡，你快让他们走吧。我知道叔叔阿姨不是一般人，但是林家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。我倒要看看是多麼奇葩的一家人，正好斩草除根。是吗？只怕你没有这个能力。笑话，在大夏除了北都叶家，还没有人敢跟我林家为敌。你不会还要说自己是叶家家主吧？林少，您想多了。他要是叶家家主，我今天就把这皮鞋吃了。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吃吧。我再告诉你们一遍，我就是叶家之主。找死！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本少，本少不介意先废了你，再灭你全家。我看谁敢！北都叶家叶青灵代叶家世子为苏家儿媳送上聘礼，现金8888万，金条888根。北都叶家叶倾城代叶家世子为苏家儿媳送上聘礼，帝景别院、豪景别墅各一座。北都叶家叶连城代叶家世子为苏家儿媳送上婚书一份，凤冠霞帔一套。是谁敢欺負我们叶家的儿媳啊？竟然是北都叶家！什么？叶家的世子竟然要娶我苏家之女？叶凡没骗我们，他真的是叶家家主。老公，你真的没骗我，你真是叶家家主。你是我老婆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跟你说了，是你自己不信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叶总，你是不是认错弟弟了？你是觉得我会认不出自己的亲弟弟啊？叶凡是我们叶家唯一的继承，我看你们蘇家好像不願意和我們葉家結親。葉小姐，誤會，葉家能看上我們蘇家，我們高興還來不及，怎麼可能不樂意嘛？是啊，葉小姐，你看我姐夫跟我姐多麼般配呀！而且他們結婚證都領，以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。女婿，好女婿，媽早就看出你是人中龍鳳，你說你有這身份，咋早不和我們說呀？現在不讓我們離婚了？不反對，完全不反對。葉家實力遠超於林家，要是能抱上葉家，那可比林家強多了。我蘇家飛黃騰達的時候到了，怎麼辦？他們是葉家，慌什麼？就算是葉家，他還得講道理。是你先追求蘇之雪在先，是他葉凡橫插一腳。我聽說你們要滅我葉家，林家好大的威望啊！林葉兩家同屬北都豪門，真要為個女人鬧這麼僵嗎？狗屁豪門，在我們葉家眼裡，你們林家沒有資格做我的對手。論勢力，我林家也是四大家族之一，未必會輸給你葉家。論實力，我爹那乃是大宗師，孰強孰弱，尚未可知。媽不服，
把林霸天叫出来跟我比比，敢打我儿媳妇的主意，老子把他屁股都打开花！老爸威武！叶家别欺人太甚，真以为我林家怕你不成？我去！你要干什么？欺负的就是你！林家的狗儿子啊，敢跟我顶嘴！我去！给我住手！呀，妈，打个小的来个大的，我替你管教管教你儿子不行嗎？叶连成，你到现在了还敢嚣张啊？你还真以为你们叶家会永远压我们林家一头吗？实话告訴你，現在我林家背後可是羅剎殿在支持。什麼？羅剎殿？怎麼怕了？本來我不想把這件事報，誰叫你們葉家欺人太甚，也就容不得我了。我也明確告訴你，我們林家早已布局，1個月後滅你葉家。不用等1個月了，我現在就把你們一起收拾了。嘿，小子，一個靠家族勢力撐腰的紈絝，到現在還沒看清現實，你還敢跳出來在這兒叫囂？我告訴你，羅剎殿連你爹媽進來都害怕。哎，兒子，你先不要衝動啊！我沒衝動，我找的就是羅剎殿。葉凡，你能不能別裝跳梁小丑了？你們葉家勢力但跟羅剎殿比還不夠看呢。就是，羅剎殿勢力遍佈全球，唯有當年那位武王能與之抗衡。你算哪根蔥啊？如果我說我就是你們口中那位武王呢？什麼？哎呦，葉連成啊，你真是養出來個好兒子呀！說大話都不帶打草稿的啊！老公，你冷靜一下。老婆，抱歉，瞞了你這麼久。我之所以一直隱姓埋名，做了這麼久的滴滴司機，就是為了暗中收集羅剎殿的罪證。沒想到你們林家也參與其中。本來我還沒有找到證據，既然你們主動站出來認罪，那我就不裝了。武王殿護衛軍何在？跪下！李子弟乾坤，你竟然真的是武王！我有眼不識泰山，你饒了我吧！把他們拖下去，順着他們找出羅剎殿全部勢力分布，然後一一鏟除。是武王殿下。老公，我沒做夢吧？你真是武王！哎，害我裝了這麼久，累死了。怎麼，現在嫁給我後悔了？那我就走了啊！我樂意，我樂意，我非常樂意。